成日都有人以為我淨係拍特色單位，其實唔係㗎，只不過我對分層單位比較挑剔，要見到啲開揚景觀真係靚嘅單位先會拍片介紹俾大家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嚟到火炭站嘅御龍山，就會同大家介紹返兩間過千尺望晒馬場景觀嘅單位，大家又一齊嚟睇下點解呢啲單位一直以嚟都咁受歡迎啦。御龍山鄰近火炭站，由信和集團發展，屋苑提供1375伙，戶型由2房、3房至到4房單位都有，而屋苑亦都係位於91嘅名校網區，同時亦都會設有會所同埋餐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arina。咁我第一間呢就會同大家介紹翻呢一間單邊高層馬場景觀嘅3房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嘅實用面積就有1010尺。我哋一入到嚟就會見到一個日字形嘅客飯廳，咁係好容易擺放家具㗎，因為佢飯廳同客廳之間個分隔係非常分明。咁我哋過到嚟呢邊，客廳外邊就會連接咗一個大嘅露台。御龍山嗰陣時係冇分開工作平台同露台，所以呢個露台咧係非常好用。而我哋出邊咧就會係望翻晒城門河、馬場遠至馬鞍山嘅景觀。入翻嚟單位喺飯廳旁邊就會係廚房嘅位置。咁呢個廚房嘅空間咧都係寬闊嘅，咁佢咧就會有一個 U 字形嘅台面，咁一做上面有翻啲儲物櫃，咁呢度咧亦都會設有翻個採光窗。咁喺廚房旁邊就會係工人姐姐房。咁我哋呢一個單位咧，3個房間都係會同樣面向翻馬場嘅景觀。咁我哋而家咧呢兩間細房嘅面積間隔咧都係相約嘅，都係一個比較方正嘅設計。咁你哋就可以利用翻嚟做小朋友房或者書房都可以。咁呢個單位又另外有個好處乜嘢咧？其實咧佢就仲有一間儲物房喺度㗎。咁呢間儲物房咧個空間咧係非常大㗎。咁你變咗咧就可以做翻啲高身櫃啦，或者做翻衣櫃，咁啊可以擺放好多唔同嘅雜物或者衣服。咁過翻嚟呢一邊咧就會係一個浴室，浴室就會係配備翻個浴缸。咁我哋入到嚟啦，呢度就會係主人房。咁主人房嘅浴室咧就會係配備翻淋浴間同浴缸，咁咧都會有窗。入到嚟主人房嘅位置，本身喺後方呢一邊咧就都已預留咗做一個衣櫃位啦。咁嚟到寢區呢一邊個空間其實都闊落嘅。咁呢個單位最大嘅賣點係乜嘢？因為頭先喺片頭都有講過啦，係一個單邊嘅位置，所以主人房嘅咧佢就會配翻呢個 L 型曲尺窗，成個景觀咧係好開揚㗎。除咗係會望翻城門河馬場之外，就會遠望翻去馬鞍山同埋吐露港嘅景觀。咁咧計翻個方位，呢邊仲要係北水嚟嘅添。同大家去睇下一個單位之前，如果大家中意睇呢類型嘅樓盤介紹影片，提翻你哋記得訂閱翻我個頻道。我哋而家去另一個單位啦。而家就帶大家睇埋呢間1004尺嘅單位。
咁呢個單位咧，比頭先1400嘅單位咧係好明顯寬闊好多㗎。咁首先我哋一入到嚟門口就會有一個玄關位置，咁呢度咧就可以做返一個鞋櫃位。單位同樣都係以日字形廳嘅設計，但係咧因為8座同埋9座咧，佢個樓底會比其他座數高，所以你可以見到成個客飯廳嘅空間感係相對嚟講更加闊落㗎。咁呢度咧就更加可以容易俾大家去擺放唔同嘅家具啦。咁我相信呢邊咧你可以放咗一個大 L 型 sofa， 後邊放翻一個大電視之後咧，都仲可以劃到一個 area 俾小朋友喺度玩嘅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同樣喺客廳外邊都會連接翻個露台。咁而家呢度咧就會係向翻東多啲。咁咧，佢同樣都係會望到馬場同埋馬鞍山嘅景觀，咁同埋成個御龍山嘅內園景。但係呢個單位咧個樓層咧就冇頭先嗰個咁高，屬於中層嘅位置，咁所以景觀上咧都會俾馬會個寫字樓係有少少擋住嘅。但係咧整體嚟講個景觀都係開揚嘅。咁我哋翻到入嚟喺飯廳後邊就會係廚房，廚房咧就係會更加闊落啦，一個好明顯嘅 U 字形，咁咧台面嘅空間都係多，亦都會有翻啲儲物空間。而後邊咧就會係工人姐姐房。咁而家呢個單位咧係屬於4房雙套嘅設計。咁我哋入到嚟，咁首先係呢邊咧就會係一個客廁。咁呢個客廁咧同樣都係會配備翻浴缸。咁呢度咧就會有2間細房。咁呢度2間細房嘅面積都係相若，都係一個方形嘅設計。咁但係佢房間嘅空間咧都足夠擺放翻床、衣櫃同埋書台嘅。然後就同大家睇埋呢個套房，咁呢間套房咧就會比頭先嗰2間細房面積再大啲，咁佢個間隔係會比較方正㗎。咁呢邊咧就會係向翻我哋後邊望翻山景同埋星海堤岸嘅景觀。咁呢度咧就好多時都會呢度嚟用做翻個衣櫃啦，呢度就放置翻床，成個空間感都係非常足夠。咁呢個套房嘅浴室咧就會係配備翻個浴缸。最後同大家嚟到主人房啦。咁主人房呢個間隔都係比較方正，好容易去擺放唔同嘅家具。咁呢度放完雙人床之後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後邊可以放翻電視櫃。咁喺我右手邊呢度咧就可以做翻一個衣帽間嘅位置，放翻啲衣櫃。咁喺御龍山咧，佢嘅窗台咧雖然係比較大啲，但係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呢一個窗台咧就係同我哋主人房嘅闊度咧係一樣闊。咁好多時咧，我見好多咧都會有利用埋窗台嘅位置。咁睇下你想將床放埋上嚟，令到空間大啲啊，定一話放翻啲 cushion 喺度，咁就可以平時坐喺度睇下書，外望翻出面咁靚嘅景觀。而嚟到呢個主人房浴室。主人房浴室咧就會配備翻個雙洗面盆啦，咁跟住咧就會有一個浴缸同埋有翻個淋浴間。
咁喺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啦。咁喺御龍山咧就我哋都係會用一個分體冷氣。大家見到分體冷氣成日都會問我一個問題㗎啦，哎呀使唔使搭棚㗎咁樣？咁御龍山有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咧，就係佢有自己嘅冷氣機房位。咁所以你嘅冷氣有任何維修嘅時候咧，就係唔需要搭棚嘅。頭先第一間同大家介紹嘅1000尺單位，而家業主放售叫價就係2050萬。咁呢一間1400尺嘅單位，業主放售叫價就係2490萬。呢兩間相差就係大約400零萬。俾你會揀一間細啲、高層但又好開揚嘅馬場景觀嘅單位，定因為會揀呢一間雖然係中層，景觀爭少少，但係就住得舒服啲嘅單位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。咁有關今日介紹嘅單位，大家都可以喺下邊資訊欄度睇翻個資料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隨時撳翻下邊嘅鏈接聯絡翻我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呢條影片都拍得唔錯嘅，就記得 CLSS， 最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咁有新影片就會即刻通知你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